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 my soul from sin. 请咱闭万心，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正是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为天歌的声。
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互阮兴旺。你是阮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圣诗452首，上帝疼痛太话遐大，起入来临。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胞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19篇，诗篇95篇。咱用启应的方式，同齐来读上帝的话。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
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第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上帝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主愿感谢你，阮卑微小信，你无弃杀阮，阮有罪误会拉散，你也恩待阮。阮对你的认捌是遮尔无完全，你确实用完全的听安尼听阮。主啊，阮感谢你，拣选阮有份伫你的国度，伫你拣选的恩典，阮得到囝儿的名分；伫你的应允，阮得到公义的自由。因为你的呼召，阮成做教会即个大家庭中的肢体。求你圣神亲自引带帮赞，阮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有真诚的心，甲你有真实的沟通，毋是讲表面的话，嘛毋是行一个过程。求主光照阮逐人，对主有完全的信靠甲立志。求主保守，伫阮逐人拄着失志、病痛、种种无共的境遇中，更加认捌阮家己，互阮有清洁的心，学习听候信靠的功课。对安尼，阮要甲上主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成做听上主的人。主啊，感谢你有差派巴克的牧师来到台湾，伊为着上帝的听，用热情、欢喜的心来实践，将一生奉献予台湾，甲即块土地上的人民。伊是奉献心志的信仰前辈，创办男神，翻译圣经，互阮通用家己的母语来读上帝的话语。对安尼，互基督信仰有根基，成做台湾教会的美好见证甲祝福。听阮的天父，当阮伫遮告别阮的信仰，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感谢你拣选呼召卑微的阮，有份伫上帝国的事工。主啊，愿你的灵亲自甲阮同在，带领扶持帮赞，互阮所听的即块土地经历你国度的稳定。祈祷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我对伊要用，我要向外主唱歌，带咱敬拜。也请兄弟看牧师的指挥，同心同齐开喙学乐。我
领受上帝的话。以赛亚书40章1至3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上帝话安尼记载：恁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鼓励耶路撒冷的子民，对因大声宣布，因做俘虏所受的苦已经到额，因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因为着所犯的罪已经对上主受双倍的刑罚。有啥在话讲？着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暴为咱的上帝开大路。耶牧师要用以赛亚书中的祈祷来证道。咱大声来祈祷，天父，感谢你，将今仔日分别做成，归伫耶和华。今仔虽然是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互阮会当三斗阵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你定着这个日子，将阮分别做成，是互阮同心来到你的脚下，做你的子民，做你的囝儿，敬拜、服侍你，互阮敬虔的心流露对敬畏你的心流出来。你的神甲阮同在，你的话扶持阮的软者，扶持阮的软弱，扶持阮的欠缺。阮将阮的教会独行教会交伫你的手，这是上帝你命定的教会。你为着因所付出伫十字架顶流出的宝血，是要洗清阮的罪，互阮甲你同行同工，阁互阮甲你同心。愿主你为义来激励阮，互阮对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3节，甲台南新人院做伙来思考，阮头前伫即个世代，阮爱行的路。主甲阮三角甜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所敬听的国成牧师、医官牧师，还佫有一个牧师囝林天。以前我拢无真常伫注意牧师囝的名。好，迄天国成牧师，我才讲，哇，恁即个宝贝查某囝是叫做林天，这破天荒啊！即个名若要踮台湾来找，可能应该找无第二个。感谢主啊！我甲国成牧师虽然是共教会啦咱拢5届，毋过实在讲，我去5届了，差不多拢无啥物项面斗阵啦，因为伊拢伫新人院读新人院啊，所以对因结婚到有囡仔，甲牧师嘛，
阮拢是一路行来，拢感觉讲即个家庭真正有真丰富上帝恩典，甲因三甲之地。哈利路亚！今仔日是台南新人纪念主日，这个日子真特别。咱的国生牧师、义工牧师来到咱德行的时阵，我着心内想讲，安尼有较近一丝啊，台北乡啦吼，台中较近。台中应该佫讲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初中读台中市立一中，毋是省一中，市立一中，即摆居然高中。高中因为我考无着台中一中，我着读丰原。丰原高中迄阵拄设成立丰原高中第一届就是阮。一路行来，伫台中初中、高中毕业了，我就去读新南医啊。迄阵是高中毕业读新南医读6年。今仔日通转来到台中，遮甲咱敬拜上帝。其实我离开台中了，只有2摆的机会伫台中中会讲道。头一遍顶个就是伫蒙恩，第2摆转来咱笃行。我家己是中华路出身的。当时我读新南医时，阮兜是伫武功教会聚会。师牧师是阮甲阮牧师的正恩人，所以台中对我来讲是真侪可以回忆的。今仔日是台南新南医纪念日，我就有想到4字，这是我常常爱真侪新学生提醒。我捌伫成功新南医教册，我常常甲因讲一句话：到今仔日，假使你若还无清楚，你是上帝呼召命定的仆人，请你转去款步互我，转去食家己。这是我常常甲新学生讲的话。浓缩做4字来讲，伫新南医，不管你是6档、3档还是7档，整个养成教育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咱拢无法度去忽略讲，倒一个阶段，倒一个阶段。我是因为高中毕业倒去读新南医，所以我是足认份的。我是阮父母奉献的。到我读台中市立一中，初2升初3的时阵，拄着唐从容牧师。唐从怀牧师是我的老师，唐从容牧师是阮老师的哥哥。唐从容是老5，唐从怀是老7。因有7个查甫囡仔，因妈妈叫陈子娘。7个查甫囡仔，有5个做牧师。除了唐从怀牧师以外，因团队内面有3个牧师住过阮兜。阮拢真力甲因服侍。我感觉神学教育是非常的重要。特别伫我牧会足失志时阵，我拢甲上帝讲：我毋爱牧会啊，我要去读册。所以因为安尼，我有3摆的机会，离开教会嘛，毋是离开，就是兼职，互我去读册，去造就。这是我人生真坎坷的路。我拢甲上帝讲：你经我即个遮尔繁漫的路步，去牧会，到底是牧有啊牧无，毋知影。毋过我相信这样，新南医的养成教育绝对重要。新南医若无真好养成教育，绝对无法度栽培好牧师。所以即个牧师卵对开始到孵出来到会用尽会行会走，会讲会着，毋是安尼简单。事实是安尼，所以我今仔我先甲要讲的大声讲2句话，请咱家己写伫你的圣经、圣诗，还是你的笔记内面拢无要紧。
我问讲，请问你信耶稣到即仔，你所捌的耶稣是甚物款的耶稣？我所认捌、所信的耶稣两句话，第一句话，因为耶稣会卑微流落伊的尊贵。第一句话，因为卑微流落尊贵，这是我所捌的耶稣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伊头试试行完人生的路。咱有对一个人，对认捌家己以后，甘愿头试试行完人生的道路，敢有？台湾古早的福建人两字叫做认份，阿免吗？咱的妈妈若无伊的认份，敢有今仔日的你？无。你会讲啊，阮妈妈较早安怎？哦，有个人的妈妈足毁类啦，我相信足少数有啦。毋过99.9%的妈妈拢是疼囝、栽培囝、认真饲囝、认真照顾。这是我家己捌带过心得马家病院做过圆幕了。我有另外一款新搁深的体认。以前我拢感觉阮妈妈只有辛苦啦，有一天我倒去，阮妈妈仲搁住伫太平，我甲妈妈讲：妈妈，啊我搁无偌久，我要搁去美国读册，毋过我欠钱，我甲妈妈讲，我甲你借20万，我妈妈总去厝内摕簿仔，牵我的手过大路，对面的邮局领20万互我。伊讲你点点啊摕去用，毋好讲，我就真正点点啊摕去用，拢无讲。到伊死的时，我嘛拢无讲。我甲伊摕钱的时是1996年。阮妈妈1998年10月7日，上帝带伊转去。我感觉讲，一个传教者，伊的养成教育，毋是伫新人院的教育内面尔，包括伫背后为着伊祈祷、栽培伊的爸母。阮逐摆倒来台中。我妈妈讲：“阿姨啊，营养家庭礼拜你处理哈。”我逐摆倒来拢会处理的。啊，我就牧师啊，无法度。我请我妈妈祈祷的时候，我妈妈祈祷拢对创世纪祈祷到启示录，讲偌长就偌长，讲偌深就偌深，讲偌阔就偌阔。这就是牧师人的养成教育的源头。所以，我拄则看咱的医管牧师指挥，我就搁想着我常侪讲迄句话，因为我看足侪教会圣歌队吼，真正实在歌声不但美妙。足像天籁之音。有一摆，黄世成牧师甲牧师娘去带阮的圣神的敬拜，阮礼拜煞了，有人问讲：“牧师，你敢有听到天顶的圣歌队咧唱歌？”讲我有听到，我阁啥有听到，啥有听到。结果总共差不多10个人有听到呢，听。厝的人讲无啊，哪有？我会讲。天上落来指挥，都是天籁之音。天上无一定甲圣歌队指挥啊，天上嘛会当甲会众指挥啊。有偌好听就偌好听，所以我常常甲圣歌队鼓励，
特别我去兼文山教会，去讲道的时阵，我感觉讲，哟，这世间的教会圣歌队是安怎唱甲这么水，我着随时有一个灵感，讲指挥，所以我着甲迄个指挥迄个长老讲，哇，我逐摆听咱文山圣歌队唱圣歌队的时候，真正水。我讲吼，其实我的直觉是因为指挥足够指挥。我请问，咱今仔圣歌队几个人？安尼20超过拄好嘛吼？有到20个，总是咱的声比40个人更好听。阿免吗？恁无阿免吗？好。我想我慢慢要进入本题吼，今仔要讲以赛亚书中的基督，你会感觉讲这是啥物题目？以赛亚书内面有基督吗？我会讲，以赛亚书内面满满拢是基督，阿免吗？每一章拢会当找到基督。我今仔讲即个以赛亚书中的基督第3届，经节拢无共。即摆即个经节是互我对一个个别色内面我得到，我准备迄个一个方嘉欣船长，伊是长荣航运的船长，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船长。伊熟悉我的时阵，会拄啊住伫阮正中教会。头前迄个尖美百个巷仔内，伊个人吼气质有够好，修养嘛有够好，皮肤有够白，讲话足斯文。我讲即摆即种人，即种查甫人足少诶。阮两个吼，上低级是啥物？做啉茶着讲有话。伊甲我做啉茶，虽然时间无甲伊长。我是正中教会3年尔，总是后来佮出棚去行船的时，阮就断线去，一直到2020年的时，伊忽然间毋知安怎找着我，牧师，我找着你啊！我要甲伊讲一句话，我想要洗咧。我拽一个，我讲你迄阵熟悉我，逐日拢含我啉茶，啉遐尼久的时间，你出棚去20-30年，拢无看到我，就甲我讲你要洗咧，讲感谢上帝，我甲你介绍一个牧师，你去你就知，介绍伊去找一个牧师，我知影迄个牧师看到伊就会随时甲伊溜落来，做酒，上课。真正，半年了，6个月后，洗咧，总是安尼。伊甲我讲的时阵，伊要洗的时，伊已经摇笑颜。我心内想讲，哇，这摇笑颜敢有偌久？因为我伫病院服侍过，我摇笑颜啊，也是即个血腺癌，拢无介久。总是我最近拄到一个牧师女的8年血腺癌，我讲你是第1名的病友，血腺癌、胰脏癌，要勇敢活落去，只有一项，我靠上帝，真正。我伫5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兄弟，伊做警察。甲我讲，牧师，我已经2冬啊。我讲你啥物2冬？血腺癌2冬。逐摆拢坐头前第一排。礼拜我讲道的时候，到一半，常常拢扫啊，面啊红光光，颔管仔紧足大条，我就停止讲道，行落去地下骹，牵手。
不如请兄弟姊妹同心来祈祷。安尼，上帝互伊活伫世间，因肺腺癌活超过2年，感谢主，勇敢的还击。总是方家新船长伊开始甲我讲，伊想要说到伊过身，拄啊2年，伊2024年6月，上帝带伊转去。迄阵，伊回籍伫黄山西嘛，我甲黄山林志恩牧师两个，顾到迄个知影11:01离开世间。伊进前甲林牧师交代，我的个别式要请叶圣基牧师讲道，我就皮错。因为圣经节，就是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3节。我讲迄篇道理了，我才发现讲，以赛亚书内面真正有基督。你若毋相信，请你转去你甲这3节读10遍。读圣经其实无啥物方法。若我家己个人，我只有一个方法。较早伫校园团契内面，校园团契拢流行归纳式查经。阮同学大学的商学院的院长的夫人，拢带阮查经，拢用归纳式，迄就是校园查经最标准的。上届 typical， 都是我拢自称我的查经叫做演绎式查经。演绎式查经有5个步骤，今仔无要讲这有时间我若有过来，才甲咱大家分享。这5招足好用的。我今仔日讲以赛亚书中的基督。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就讲，我真感谢拄则咱的修行长咧读迄个白话字的新译本，我感觉迄本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总是有较重一丝，超过1公斤。不用劳逸看嘛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第3节讲，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所以。我讲一个读圣经一个上大的原则，如果上下文什么拢无要紧，一项就是请你去甲圣经节内面所有的动词，我讲3摆因为足重要。甲所有的动词拢甲伊吹出来，摆伫你的头前，一句一句搁甲伊读1摆，一句一句搁甲伊练2摆。了，你学了上帝讲，上帝，谢谢你哦，我找到有够侪珍珠，动词就是珍珠，动词就是圣经节内面的动力，动词就是圣经内面上帝的地位，因为伊甲你起手势，互你找到你读袂到的圣经内面的含义。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3节是安那？伊有资格通我讲，迄内面有一个基督。请你注意看第3节，有人喊话讲，伫旷野平凡摇摆的路，伫沙漠修平上帝的路。迄个上帝头前有一个咱的上帝，所以咱的上帝头前修平这个路有一个动词叫修平。若要修平这2字，后壁遐上帝的路，拢总普普通通命定。阿免嘛？动词重要无？动词是圣经节内面上重要。
所以读圣经的乐趣在哪里？就是看你找到偌济珍珠。以前你捌听见，毋过你即摆看见，就是圣经内面有足侪算袂完的珍珠。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你找了的，你再去甲上帝讲：上帝，谢谢你啊，给我一个珍珠。比富人人挂伫胸前迄盘珍珠，搁较水，搁较金，搁加值。我这世人哦，买一盘珍珠，互阮牧师娘7盘。我去美国读册时，阮的长老会伫买。啊，毋过伊逐摆咧讲的时候，我拢心内拢流水咯。哎哟，我讲我都买袂起吧。我行李款落要转来时，我就甲上帝讲：挂你，我就买对啊。我就去甲阮邓长老买一罐7盘，啊，搁伫夏威夷买了一个紫色的珍珠，大颗的。伫迄间店内面嘛，打七打八打出打入，打毋知迄店可能我打到要烂去。我想，还是要买啊，我要买啦。我拄好去看到珍珠边仔一块牌仔写 Special Offer 50%。哦，我去问讲，咁真诶？用真诶？结果迄粒美金500块，打折剩250块，我买。结果迄人刷卡是甲我 double check， 刷2摆，小刀寄来是2杯，我总去甲所有资拢传去，甲伊寄去转运公司，我下底甲注明，佮用中文写老板收。结果因老板哦是一个浸信会长老，我话讲我是牧师啊，歹势，啊恁的店嘛谁啊甲我 double check， 寄甲我。加收的钱以外，佮加40块美金做我的赔偿。所以兄弟姊妹，认为好的，请你祈祷了，毋免惊，就甲伊买落来。以赛亚书40章1到30有一个名叫做耶稣基督，藏伫伊内面，藏伫伊内面，你有看到无？好，这章等一下。因为我即摆年岁较大，所以目睭无啥好，看无啥足清楚。来，第一节，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我想我就无爱读第三节。我即摆甲恁讲一个最大原则，拄仔咱讲一项就是找到同事，第二项有4个步骤，我今仔来省起，叫做粗略精细。粗略精细是4个步骤了，第5个步骤叫做逆向思考。所以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拢总足重要，佮上重要是爱会记对第三节上尾你读倒转去，想倒转去，即逆向思考，甲咱讲上帝有话藏伫内面，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来，上尾一字叫做大路，大路头前有一字下头前叫做啥物？上帝。所以这条路毋是细条路，毋是乡村的路，是大路。佫是上帝的大路。即句话是要甲咱讲啥？要走起来，好。伫沙漠的地，伫沙漠的地接一个动词叫做修平，所以修平是伫沙漠内面即条路，即条大路，咱我毋知影有几个人捌伫沙漠困过，我是足有经验的。伫沙漠困的时候，你感觉讲沙漠都拢平平，无啥物叫沙尔。毋过当你伫迄个沙漠，亲像旷野的内面，你要安怎找着你要行的路？其实我嘛找无。毋过吼，伫以色列做酒的时阵，阮常常去野外。阮的师傅拢是阿拉伯人，会日语，甲阮的行李，甲阮的人，拢用8架日语载咧，伫沙漠咧浩浩荡荡，
有一天，哇，然后空转袂行，你知影师傅厉害吗？要安怎处理？落车，叫阮大家拢落车，嘘，甲迄囡仔放风，放互伊，囡仔会当甲沙贴平平的，就有动力了。这叫收病。所以上帝的话伫即内面就虽然讲收病毋过你敢若像讲沙无本来就病，要哪收病？就是互沙无甲囡仔拢平平念呢，伊就有法度有附着力，就当个向前行了。哇！阮逐个拢来拍互迄阿拉伯人足厉害，会晓开车，佫会晓替阮煮饭互阮食，反正做足侪工课。阮若讲阮咧想炒饭好，他等下炒饭互恁食，炒啥物样啊？炒红豆啊！你感觉一个红豆炒饭？因为红豆毋是咱的红豆，因为红豆是咱的花豆，大粒的，煮落去就变啥物红的。这就是旧约时代内面所讲的红豆，是咧讲这，毋是咧讲咱兜咧天下遐万丹的红豆，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3节当找到基督？这个所在就是讲，伫沙漠的地修平上帝的大路，这就是基督。耶稣要出世之前，有一个行色列约去圣经讲啥物？为着伊避办头前的路，有无？搁起，伊讲伫旷野避办耶和华的啥物路好。还是我最近电脑拢挂掉，有一个团队一个兄弟，牧师，我即台咧先起蒙用，我袂使用，毋知要安怎用，连咪着花样，来。有声就讲，即个叫甲讲是双关语。伫旷野，滴，即个滴哦，即个滴其实是动词。有足侪无啥名的动词，才能甲伊找出来。滴旷野，旷野是即节的主角。若无旷野，就无收病。兄弟姊妹，你若要体会耶稣的同在，请你暗时啊，家己摸一下草席啊，去沙漠去困一下啦。保证你一定当体会出来。因为沙漠内面有足侪鸡仔，有足侪蛇。你若有在了伫遐困一暝，你起来你讲哈利路亚，上帝你保守我的生命，迄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要体会基督毋好困碰床毋好困咧足好的眠床，还什物有记忆性的，免。草草伫个沙漠厝咧困，足好。规暝拢无困，拢爱看天顶的星。咱的饭店5星级的，我讲伫旷野困一暝是看1000万级的星级的饭店，哇！天好天的时候，真正满天拢是星。咱的姊妹，人生有偌认真，艰酸苦正，看你用什么态度行过这条路。耶稣讲：头试试，行完什么话？人生路。这是我牧会40年以上我的结论。上帝若无我来牧会，我可能毋知影这条路叫做头试试，行完人生的路。头前有一句，因为卑微老了尊贵，上帝听遮尔大。搁倒转上一页。OK， 第20我就要真紧讲过，着对耶路撒冷讲好话，搁。看无啥有，后来要写讲伊的交战已经尽，伊的罪
我已经写，过来，伊为着伊一切的罪，对耶和华的手加倍受刑罚。来，当你听无啥物加倍受刑罚时，我甲你讲，对加倍受刑罚，甲伊向前推一个，用对耶和华的手，迄个加倍刑罚是对耶和华的手来的，安尼有通无？读圣经无啥物困难，好好祈祷才读圣经。祈祷了，读的圣经是上帝予你的，毋是你家己读的。那你家己读了，安读无？足侪疑问。总是啦，你祈祷了，好好读，读了吼，就是我即摆即招叫做逆向思考，就通啊。迄通了吼，其实就是逆向思考。兄弟姊妹，咱知影一切的罪到尾拢爱行啦，无行就无算数。所以上帝的话，即句话到头前讲，着对耶路撒冷讲好话。即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我家己伫耶路撒冷住咧三个月尾10礼拜，即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好学习。大家透早起来，举手，在耶路撒冷祝福。我即个地得到上帝恩典怜悯，何关来？我讲，你住耶路撒冷，其实代志毋是遐尔简单。逐日足侪代志是要落雨呢，有时你会接接不完。毋过我感觉做一个上帝的囝儿，上界大的福气就是透早起来，哈利路亚，祝福耶路撒冷，逐日拢好过。逐日拢有上帝恩膏亮光。我对耶路撒冷转来了吼，我读圣经哦，真的是有亮光。迄毋是我家己讲，是上帝通过伊的话，逐日拢我得哦，听无、看无、读无，无要紧，祈祷，紧放咧，好好祈祷，祈祷了，上帝开你的目睭，看到啊！你以前无法度讲的，你即摆拢会晓讲；你以前无法度解释，即摆拢会晓解释。你若拢袂晓解释，无要紧。上帝我即在我袂晓解释，祈祷交互你。上帝讲好，我甲伊收起来。有一天你就通啊！什么时阵通？讲3句话。基督徒吼，咱拄则生活伫遮，生活伫手安很好吼。你知影安怎吗？有下上帝旨意敬拜的灵住伫咱的内面，阿们吗？什么叫做下上帝敬拜的灵？就是你用上单纯的心去敬拜上帝，迄个灵叫做敬拜的灵。基督徒爱有敬拜，爱有敬虔，爱有敬畏，爱有这3件。你若有敬拜、敬虔、敬畏3件，我来讲，你的生活拄有啥物困难？上帝这3件我还要学习好势，我学习好势了，我就显伫你的面前，互你。阿们吗？这就是基督。第一节，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老实讲哦，我的好朋友方家新船长，伊过身哦。虽然我也顾伫伊的边仔，毋过我甲上帝讲，上帝我敢若无法度因为安尼得到满足。佫讲叫我着爱甲伊处理伊的种植的工作。我脾气差，我上帝讲，你互遮尔卑微的萝卜去做这项遮尔伟大的事，我毋知要安怎。头一句话，因为卑微留落尊贵。哈利路亚！我的好朋友彭家兴船长，伊实在是讲哦，我看伊真正规身躯拢做清气性。伊甲我啉茶吼，伊特点仔研究讲，牧师，你这什么煲啊？泡茶是安泡甲遮好食？我讲我嘛毋知，我嘛无啥物煲，上帝我啥物煲，啥物煲啊？所以伊死的时阵吼，我上帝讲，
啊，即个人的过身是要安怎安慰伊啦？我家己就无法度安慰我家己，我要去安慰因兜的人吗？我转去哦，无定无伫去读着以赛亚40章第1节，你着安慰，哇！感谢主我总喘一个大身躯，讲安尼我有啊，我会当感到啊，因为我有上帝的道通去讲啊，兄弟，这就是基督。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恁的上帝讲，同时恁着同时安慰我的百姓。一句简单的圣经才有遮尼济同时，上帝甲你读的话拢甲你挂珍珠呢，金牌呢。咱的上帝伫倒位？咱的上帝永远拢活伫咱的心内。我今仔日本来有写小抄，毋过小抄到即摆拢还袂讲着，无想要讲啊，因为时间到。甲咱逐个人讲，即张什么是小抄？迄张是以赛亚书的背景，即两样足侪重要。若有人想要知影，礼拜三问我无要紧啊，咱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罗卜，甲北平教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想讲，台南新乐园即间新乐园的永恒教育是啥物？阮清楚对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3节，阮明明看见上帝的罗卜女婢，要伫迄间学校受造就、受操练，这一套全套的永恒教育。我今日足侪台湾教会会当得到供应真侪好的牧者来牧养上帝你的子民，伫羊群内面，互阮知上帝你日日在带阮的路，互阮伫以赛亚书内面，无论什么所在，拢会当去找到耶稣基督。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用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来回应上帝的听，起立来吟。
由秀珠执事、平营执事书献。温州金句，有声在话讲，要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暴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以赛亚书40章3节，同齐来读2遍。有声在话讲，要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暴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以赛亚书40章3节，有声在话讲，要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暴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以赛亚书40章3节。咱看周报第3面，温州自会表甲礼拜事奉表，请咱伫来看。第4面才有好花手册的经证，18页财务部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下骹是3月份受请，等下咱有庆生。咱看第5面少会消息，第一，本主日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新学院派叶圣义牧师前来请安甲讲道，请兄弟为新学院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礼拜后有爱餐，感谢教群长老的准备，也请德行小组饭后休息，原主祝福。下一季4甲6月爱餐服侍，还佫有欠工，也请兄弟来踊跃参与。第三，本主日中午12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3月份定期中集会甲任集会，请
中级团契会长、队长、校长、辅导出席。第四，3月12日拜三祈祷会为信息小组甲职责小组代祷，欢迎参加。第五，3月30日礼拜中，咱有青年竞助队师，要用投影的方式来纪念咱安息的兄弟，请提供个人的相片，需要协助会当来问安琪干事。第六，伫好会咱已经选出亚婷甲丽勋两位姊妹来做咱今年度的查校员。咱的好会手册嘛，遐阁有，若有需要会当办公室来索取。第七是后一季咱的新安讲读经本甲公报，若有需要阁增加登记的，办公室来登记。第八，退休的大方叶牧师伊有送一箱的 DVD 吼，即马是伫1楼的交易厅，若有需要的兄弟请家己来摕。后一季的自工论值表甲团契自费表，请各单位会当伫金主日来交互干事，以便后一季的圣工分担来编排。第十，才有4年的读经计划，请咱兄弟会当继续来努力。11点才有一个补充报告。中执会决议伫4月份开始，咱逐礼拜即马要改用新姓诗。兄弟若有需要登记顾买，来请到办公室来登记。因为以后嘛真定定会使用到，鼓励兄弟会当来顾买。其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等下来请陈牧师。展开第6面才有团契的消息。咱看金主日有青少年甲少年拢有聚会吼。第3甲第6点，咱家己来看，这是周间甲后礼拜的部分。主日学的部分，这嘛真欢迎咱的厝内底若有细囝，也是无一定是爸爸妈妈带啦，嘛会当阿公阿嬷，也是阿叔阿姨拢会使吼，带小朋友来参加。报名到3月30日截止。西瓜队遮嘛有迄个奉献灵色的更正，请咱来家己来看。第7面才有顶礼拜的奉献，若有错误，兄弟毋免客气，财务部来反映。以上。先来介绍新朋友，欢迎张惠雅姊妹伫咱中间，咱拍鼓仔来欢迎。下面咱要举行庆生，咱请3月份生日的兄姊妹，咱做伙起立，互咱的同工会送一个小小礼物来庆生吼，来甲你祝贺生日快乐吼，咱做来唱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新朋友，你是3月份寿星吼，也不要客气吼。下面咱要做伙来代祷，咱三角来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社会国家，咱三个来祈祷。太堂庄感谢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敬拜，为着台南新学院，阮献上阮的恳求，愿新学院的养成教育会当利益帮赞未来献身，要成做传教者献身的遮的人。
求上帝你祝福新学院，祝福台南新学院，受你的警调，受你的竞选，已经培养侪伫即块土地牧养牧会你的萝卜，你的女婢。主，阮献上阮的感谢，嘛为着新学院的需要，为着新学院的未来来祈祷，求上帝你带领恩带，嘛要为着阮的教会侪兄弟姊妹，因伫过年前后来转来台湾，嘛陆陆续续拢转去到伫因原来读册，也是上班做工课的所在。愿上帝你施恩伫因的心上，甲因三角地地，互因虽然伫国外，因的心依然常常来关怀台湾这块土地，以及关心独行教会这个大家庭。求上帝你带领因带。我嘛要为着准备婚礼的青年，为着因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因要进入家庭。要进入婚姻的生活，因开始备办因的心，互主你所匹配，主你来成全，来成就两家的家庭。愿上帝你带领因带。我若为着身体艰苦病痛兄弟姊妹，无论住伫安养院，也是无方便常常来聚会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启发因的心。互因会记得利用网络，也是利用手机来收看，以及也是同步伫线上聚会。求上帝你疼惜遮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帮助，嘛求上帝你十分祝福阮的教会。今仔日我们召开今年度第一次的认职会。求上帝你帮助所参与团契的会长，也是关怀组的组长，以及每一位职事小会员，互阮伫咧教会的事工，透过共识，阮的教会更较进步，阮的教会成全主你所互阮美好的旨意，无论伫阮的硬体，也是阮的软体，等等遮的。拢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求上帝你疼惜阮的教会，阮的教会每一场的聚会，向姊妹所参与，求上帝你帮助，阮明白上帝你的教导甲你的话语，阮真正亲像伫圣经，亲像牧师所讲，阮找到你，互阮宝贵的珍珠，以及阮教会。社区的事工，要扩展来敲找这个社区所有当传福音的人，嘛求上帝你帮助，互阮得到这个装备，嘛互阮得到这个使命，互阮用融入独行这教会附近这个社区，愿上帝你帮助，阮献上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行平安礼吼。
伫要闭会前要补充一件代志，就是等下咱要开12点半，咱要开日职会，嘛邀请关怀组的组长，吼，恁若方便会当做伙来参与，因为无事先甲恁通知所以恁若礼拜三你有行程，就照你的行程，若有时间就请留步吼，12点半以上。重阳圣诗510首，无乐天顶主宰，起立来临。愿咱主要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头，以及圣神相通，甲咱三甲天地，对即节起到永世代无尽。阿免。